发表会的相关细节，中央党部将会在另行协调。选对会也决定在电视政见发表会后，依据本党提名特别条例，选对会将依据选战策略进行综合评估，并将在下周一5月28号早上11点30分再召开一次会议。将综合评估的结果向主席提出单一适当人选的建议，由主席提名，经中执会同意后通过。好，以上是今天选对会的结论，不知道各位媒体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，要我这边补充说明的？一时想这个问题吗？综合评估是不是算是民调的其中之一？好，对于综合评估的内容跟方式在我们提名条例里面并没有明确去决议，但是内部参考民调，我们应该会在电视政见发表会后咨询。内部参考民调，它会是评估的依据之一。黄远波，所以刚刚那个选对会那边还是决定用这个征召的方式，不会采取党内民调初选的方式来决定。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程序就是征召的程序，对。我们在2018年的直辖市暨县市长提名特别条例里面，那这个部分就是在进行征召程序。对，这个你理解吗？发言人是不是有其他的不是台面上像是姚文智、吕秀莲的人选有表达他们有想要参与，还是说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？今天在选对会里面的讨论，并没有吕秀莲前副总统跟姚文智委员以外的其他人选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那要问一下，其他的就是像国民党决定了台南、高雄的那个市长候选人，我想问一下党内对南部6都的评估啦，包括台南、高雄、还有台中、还有双北的选情的评估。今天选对会并没有谈到选情的分析，对，但是民进党既然提名了，那或者合作了，那我们都有胜选的决心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选对会的记者会就跟各位报告到这边结束哈。那下个礼拜一早上11点半，选对会会再召开一次。以上报告，谢谢大家。